位啊，又係大家姐，今晚買兩個餸啦，自己再煮多兩個餸啦。咁今日喺街市買咗嗰兩個呢，就係蒸倉魚啦，同埋呢個咖喱雞嘅。咁我兩個就唔夠食嘅，因為3個人啊嘛。咁我會煮個津白菜啦。咁啊材料方面呢，就用蠔油啦、韓國嘅天慈醬啦，同埋呢個清雞湯嘅。就係呢度咁樣煮去落薑啦、葱啦，咁跟住我就會整多個叉燒煎蛋啦，買到20蚊叉燒，2粒蛋，一個葱段，一陣間呢煎好咗之後撒上去咧，哇正啊！色香味俱全。咁啊暫時介紹咁多先啦，因為大家姐都好耐冇拍過片啦喎，今日懶啊買兩個煮兩個。一陣煮好咗再俾大家睇啊！咁係咁多先啦，拜拜。好啦，大家姐又嚟啦，整好咗啦。嗱，呢個頭先我咪話上湯個韓國大醬菜啦，呢個啦就煎多個叉燒煎蛋啦。咁隔離嗰兩個呢，就現成買嘅咖喱雞、有汁撈飯、一條豉汁蒸倉魚。今晚餐飯就係咁多啦，白飯任裝。好啦，係咁先啦，拜拜。